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點樣先至可以好好咁講再見呢？艾柯分享咗佢同媽媽點樣開誠佈公咁談及死亡，佢哋一齊面對內心對死亡嘅焦慮同不安，並冇避而不談。艾柯嘅媽媽最後欣然接受死亡，帶住平靜同勇氣返去嗰邊嘅世界。艾柯話媽媽離開之後，成日都會用唔同嘅方式傳遞訊息俾佢，例如令某啲特別嘅歌突然響起，令某啲花喺唔應該開花嘅季節盛開，甚至喺佢夢中出現同佢傾偈。呢啲經歷令艾柯更確信，靈魂離開肉身之後，同在世嘅親人之間嘅愛同聯繫絕對唔會失去。艾柯希望讀者明白，就算死亡真係好艱難，但係我哋每個人都有能力可以通過呢個考驗。即使我哋失去咗一個親愛嘅人，我哋嘅日子都係可以繼續落去。好好咁講再見，係為離開嘅人輕盈咁回家，亦為留低嘅人可以好好咁生活落去。